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，阿們。愛德遭受到違反的缺點和過失，從前已經有過，現在也許我們犯得更嚴重。我們彼此不同情，互相不諒解，雙方不寬恕，同在一座小堂裏祈禱，共在一張桌子旁進膳，卻自以為受了兄弟的氣，耿耿不能釋懷。我們既然這麼嚴重，又這麼多次得罪上主，難道不是犯了相反愛德的罪嗎？如果我們不修基督徒最上乘的美德，基督怎會祝福我們呢？如果沒有晚餐廳的那種精神，即愛的精神，兄弟友愛的精神，上主怎會賜給我們新的聖召呢？愛德是聖方濟首批弟子所修的美德，今天的真正小兄弟仍然在修這美德。在他們看來，回饋確是福音的準則，作為自己生活的規範。多默薛拉諾兄弟寫道：這些回饋就是虔誠的會祖所定的誡命，只可惜我們相去多麼遠，就是連相反服從或相反神貧，甚至相反貞潔的罪，也都是相反愛德的罪。不過我認為得罪一個兄弟所犯的罪，甚至比私自犯的不潔之罪更嚴重地得罪天主。依我看來，誰得罪兄弟，就是掌擊基督。就像聖殿裏的那些差役，在耶穌受難那天晚上，詛咒基督，吐唾沫在他臉上。最重要的是，你們應該彼此熱切相愛，因為愛德遮蓋許多罪過。除了彼此相愛外，你們不可再欠人什麼，因為誰愛別人，就滿全了法律。上主，讓我了解罪惡的詭詐，理解他死亡的恐怖，罪惡的恐怖。那些謙遜地承認自己所犯的罪，而獲得天主寬恕的人，是上主特別的恩賜。我們的禱告。天主，聖人之所以是聖人，不是他們沒有缺失罪過，而是他們敢承認、肯悔改，並且謙遜地仗賴你的慈愛，不斷改過修德。主啊，願我不但明白，而且也努力去學習，努力去生活出來。阿們。慈愛的天父，你曾使真福雷永明一生熱愛聖言，又啟迪他獻出一生，將聖經譯成中文，貢獻給你所愛的中國教會。現在懇切求你報答他的辛勞，使他早日得享信友們的敬禮，因他忠誠地為了耶穌基督的福音工作，成為聖神德能的生活見證。現在更懇切求你接納他為我所作的祈禱，賞賜我所特別需要的這個恩寵，以光榮你的聖名。阿們。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，
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遠。阿們。真福雷永明，為我等祈。我們的天父，願你的名受顯揚，願你的國來臨，願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間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，求你寬恕我們的罪過，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。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，但救我們免於兇惡。阿們。萬福瑪利亞，你充滿聖寵，主與你同在，你在婦女中受讚頌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。天主聖母瑪利亞，求你現在和我們臨終時，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。阿們。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遠。阿們。真福雷永明，請為我們祈禱。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。阿們。